数的黑夜里，我用星星画出你，你的恩典如晨星，让我真实地见到你。在我的歌声里，我用音符赞美你，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。这一生最美的祝福，就是能认识主耶稣。这一生最美的祝福，就是能信靠主耶稣。走在高山深谷，他会伴我同行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。各位兄姐平安。今天一早我们要读的圣经是诗篇122篇。一开始我们先来祷告。爱我们的天父，感谢你保守我们一夜平安，也感谢你赐给我们新的一天。在这新的一天的开始，我们要用读你的话来做起头。愿你开启我们的心窍，让我们的灵命更成长，活出你的样式来荣耀你的名。我们这样祷告都是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今天这一篇诗篇122篇的作者是大卫。此篇的大纲是第1节到第5节是描述圣城的尊贵，第6节到第9节是要为圣城祈福。本篇可能是大卫将约柜搬到耶路撒冷之后不久写的。那时上帝借着拿单的口应许他建立家室，有后裔接续他的王位，并坚固他的国。耶路撒冷是大卫从耶布斯人的手中取过来的，在那里设立以色列人的京都，其中有一部分是锡安的宝藏，又称为大卫的城。这一篇的目的是要一切奔往锡安城的人满心爱慕上帝所膏的王，以及居住的圣城。信徒奔往天上的新耶路撒冷，也要有同样的心志。德国有一位殉道者，当有人告诉他快要将他烧死的时候，他就开口唱这篇圣诗。在他的心目中，在天上有一个永久不朽的新耶路撒冷。凡爱主的人，他们的脚都要站在那城的门内，那里没有眼泪，没有罪恶，没有疾病，也没有恶人残害。这是此篇的大纲，圣城的尊贵以及为圣城祈福。现在我们先来读今天的经文，诗篇122篇，颂赞耶路撒冷。第1节，有人对我说，我们到上主的殿宇去，那时我多么兴奋。现在我们来到这里，站在耶路撒冷的城门内。耶路撒冷是一座重建的城，既整齐又和谐。各支族，就是以色列的各支族，都来到这里，照着上主的命令向他献上感谢。这里有伸张正义的宝座，大卫王的后代在这里审判人民。第6节，要为耶路撒冷求和平，愿爱你的人都兴旺，愿你城里有和平，愿你宫里有安全。为着我的亲友，我向耶路撒冷说，愿你平安。第9节，为着上主我们上帝的殿宇，我要为你祈求幸福。这是今天的经文，诗篇122篇第1节。第1节说，有人对我说，我们到上主的殿宇去，那时我多么兴奋。主耶稣说，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在哪里。诗人的心在上帝的殿上，他喜欢亲近上帝，去敬拜上帝，并不是一件为难的事，乃是一件极快乐的事。
第2节，现在我们来到这里，站在耶路撒冷的城门内，但是心里盼望作为一个基督徒是不够的，总是要站在主的恩门里面，这样才能够享受主丰富的恩惠。许多人对于属灵的生活只有一些好打算，却没有脚踏实地的进到主里面，他们的打算不过是幻想，没有一点益处，所以要站在城门内。第3节，耶路撒冷是一座重建的城，既整齐又和谐。今天耶路撒冷旧城的房屋甚为稠密，屋与屋相连，只有狭窄的小街道，没有能行车的大马路。上帝的教会也是密切相连，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，各房套他联络得合适，这是没有派别，没有纷争，联络整齐的一座圣城。第4节，各支族，就是以色列的各支族，都来到这里，照着上主的命令向他献上感谢。上帝做事有规则和次序，他也要人以规章敬拜他。以色列必按支派到圣殿去，一切的男丁1年3次朝见主耶和华。他们在上圣殿献祭、唱诗赞美，都有详细的章程。我们今天到礼拜堂敬拜上帝，也当存敬畏的心和庄严的精神，照着上主的命令向他献上感谢。第5节，这里有伸张正义的宝座，大卫王的后代在这里审判人民。以色列人治国使人顺从的原则就是民众心中必须敬畏上帝，所以就不敢犯罪。耶路撒冷是王的京都，又是上帝所选定自己要居住在其间的圣城。民众有了敬畏上帝的心，就不敢犯罪。行审判的官员就是施行上帝的律法。大卫的王位是上帝所设立的，在上帝的公义治理下，有公平的法官，就必有快乐的民众。接下来我们再读第6节到第8节，要为耶路撒冷求和平，愿爱你的人都兴旺，愿你城里有和平，愿你宫里有安全。为着我的亲友，我向耶路撒冷说，愿你平安。这第6节到第8节是自从亚伯拉罕带以撒上摩利亚山去献祭，一直到主耶稣在各个山上舍命，上帝有一个旨意，就是要耶路撒冷得荣耀。他要在这个城中与世人和好，在这里是平安给他的选民和全世界的人。耶路撒冷若有平安，全世界就有平安；耶路撒冷没有平安，全人类就没有平安。为耶路撒冷求平安是上帝要成就的计划，所以为这件事情祷告，正合他的心意。等主耶稣坐在大卫的王位上，上帝就心满意足，以色列人要和全世界的人都必享平安了。为耶路撒冷求平安，就是求主耶稣快来掌权。第9节，为着上主我们上帝的殿宇，我要为你祈求幸福。人爱上帝的殿，就是爱上帝，亲近上帝，爱亲近上帝。人若爱亲近上帝，上帝就亲近他们，赐福给他们。为上帝的殿求福，就必自己蒙福。诗篇26篇第8节说，诗人说，耶和华，我喜爱你所住的殿，和你显荣耀的居所。诗篇27篇第4节，他又说，我向上主只求一件事，只有这一件事是我的期望，就是一生一世住在上主的家，在殿宇里瞻仰他的美善，寻求他的引导。以上是今天诗篇122篇颂赞耶路撒冷的共读，愿上帝的话带给你喜乐的一天。今天我所选的金句是第6节，要为耶路撒冷求和平，愿爱你的人都希望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爱我们的天父，
求主耶稣快来掌权，使全世界的人都享有平安喜乐。也求你赐福给所有信靠你的人，在一天的开始，求你保守我们兄姐出入平安，在任何地方都能荣耀你的名。也求你赐福在我们的工作上以及我们的家庭，也让我们有一个平安喜乐的一天。我们这样祈求祷告，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在无数的黑夜里，我用星星画出你，你的恩典如晨星，让我真实地见到你。在我的歌声里，我用音符赞美你，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。这一生最美的祝福，就是能认识主耶稣。这一生最美的祝福，就是能信靠主耶稣。走在高山深谷，他会伴我同行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。这一生最美的祝福，就是能认识主耶稣。这一生最美的祝福，就是能信靠主耶稣。走在高山深谷，他会伴我同行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。走在高山深谷，他会伴我同行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。